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15号，咒诅圣殿和圣城，耶利米书26章1到24节，其中12到13节这样说：上主差我来宣布这些咒诅圣殿和这城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要悔改，服从上主你们的上帝，这样他就会取消原来要加给你们的毁灭。这26章里面记述了耶利米在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说的预言。约雅敬是个不听从先知话语、悖逆甚至杀害先知的王。虽然这样，耶利米仍然不畏惧，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我们猜猜看，就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耶利米竟然说这样子所谓的很衰的话，他的遭遇会如何呢？耶利米的结果是很惨的吗？还是这些的不听话的这些王这些人民会很惨呢？在26章里面，一开始一样是耶利米他宣讲那个上帝的话他大声来宣讲，为的就是要这些上帝的子民能够悔改他们回转归向神，那么神就会后悔不降这些灾祸但是他们如果不是这样子那个真的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就会发现灾祸就会要到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7到15节，先知和祭司的回应呢，他们有听见，有听进去，有回转了吗？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是不但没有听进去甚至于他们就是要暴动起来了就是想要把耶利米这样除灭要让他这样不要再讲话了，不要再讲这些不吉祥的话，不要再讲这些让人很沮丧的话。我们不就是要讲正面的话吗？不是就是这些平安要来到吗？所以以至于他自己他们这些想要让耶利米这样就此消失这样可是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容许这样吗？这些话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人的心吗？一点点都没有吗？神能不能拯救这个耶利米在这样困境中呢？是可以的，因为这些首领跟众民有了反应。在16节到24节，我们看到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会众来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来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了，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治死这些人，那么我们就做了大恶，会害了自己这是很奇妙的在这样的暴动当中神就是用这些愿意听进去，想起上帝怎么样子在他们的国家曾经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就能够这样，就能够使自己从上帝这个惩罚的手真的是被在保命的他们神的会后悔他的这个惩罚会临到，会撤销这些。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听了那些不想听到的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这个西西家一样我们能不能回转，赶快回转向神我们要宝贵神的话语，神爱我们，因爱的缘故他一定要管教我们的所以我们好不好不要再执意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神，而我们应当说话的时候也让我们说用神告诉我们的话，用让人能够听得下去的态度能够说出来，使人能够回转归向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常常给我回转归向你的机会，求你也帮助我远离这些世俗的诱惑，也让我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真的领受神的话，我要去说劝勉人的话的时，主你也让我知道怎么样子来说使人能够听得进去。我也相信主你给我勇气，你也保护我，就像今天的经文，你保护耶利米免于被抓被害死的这样的窘境中，因为主你是保护保守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为我们今天在主的旨意里，我们能够小心谨慎的生活，不得罪神，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身边的人。我们今天活出主的美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你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哦。我们明天见。